下面就比三十夫妻，却变成神苦伶俐。他还是一名千金小姐，我给他称他一声小姐，才是啊！啊，小姐，小生之下有礼了。我真情风度，想有令今朝得从夺命上任，他不是上为夫人了吗？我应该称他一声夫人才对呀！对！啊，夫人，下官之下有礼了。连每一个人去举报他。夫人，我的夫人啊！传奇书呀，讲无缘，且听岳灵来相劝。当初您娶你到吴府，我本是新婚燕儿亲良缘，都是为本有十几年里，家道清疏看若尊，人心差散我夫妻，得你我化作子业不断缘。今生多情中八路，还用尽心机望尊。此君子美不下用，本于此，我与你夫妻从此再断缘。夫人啊，夫君子，你莫再夫人，你快走乱高来见，从新从黑色。
要你自古为情为你为心啊怀。我也曾好声好气好言言分啊，你却是无言无语无得开。你不给不生不相不离，一猜你为什么要满诉满心满有了转？我自己谁苦谁错，世道啊尽，害得我是哭爹哭娘哭丧断。既算你是大富大贵大状元，你又该娶妻妇，美的美貌是美才娟。难为他今日生出心的酸，你看他龙门高挑，特快手，平地成来我心欢。你就该与他夫妻同来哎。秀英儿啊，你曾说
我
下官在下与